因為今次我哋嘅宣誓裏面咧，可能喺立法會歷史以嚟咧係最早嘅，喺1月1號踏正咧一個嘅新一屆嘅時候咧，一個宣誓嘅儀式，俾我哋立法會員咧係即時可以就職。哇！呢個都體現咗咧，而家咧就係我哋講，我哋好多嘅工作裏面咧要馬不停步去處理有關嘅所需要嘅啲好多嘅議題，特別咧就係大埔火災之後，可能好多具體嘅工作咧需要去跟進嘅。其實真係好興奮，但係亦都係感覺係好任重道遠嘅。期待，因為期待就係期待點樣可以落實到喺過往選舉時候對市民嘅承諾，咁亦都係期待嚟緊嘅4年，希望可以做到多啲嘅工作啦。